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，日期2025年12月5日，第6天，主題醒悟，題目醒覺自己被上帝不一樣的對待。經文詩篇73篇23至26節。然而我常與你同在，你攙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，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裏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，但上帝是我心裡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遠。有一晚，我到超級市場買嘢，俾錢嘅時候，收銀員送咗隻保暖杯俾我。返到屋企，太太就問起啦：點解會有小禮物嘅？我就答唔知道啊，可能係買嘢買滿幾多錢就送啦。第二日嘅朝頭早，我再到超級市場買嘢，俾錢嘅時候就問收銀員啦：係咪買滿幾多嘢就會送保暖杯㗎？點知收銀員就咁講喎：琴晚咪俾咗你咯，我哋冇買幾多錢就送保暖杯呢件嘅事㗎。我呢個回答令我驚嚇好多，我都唔認得琴晚邊個收銀，點解呢個收銀員會認得我嘅呢？另外，點解會送保暖杯俾我嘅呢？其實佢始終都冇解答啊。或者呢個保暖杯係上帝送俾我嘅小禮物呢，叫我喺生活大小嘅事情上邊都學習感恩。詩人進到上帝嘅聖所，明白一切嘅時候，佢羞愧自己嘅無知，察覺自己喺各方面都唔對勁啊。之前佢認為上帝用奸詐對待佢嘅宗旨，而家呢就知道上帝會審判惡人。如果上帝有任何嘅差異對待，其實就係對詩人特別好咯。難怪呢個時候詩人就話啦：然而就講出上帝對待惡人同埋對待詩人係有差異嘅，佢將呢個差異講咗出嚟啦。原來詩人根本唔需要渴求屬地嘅福氣，一切屬天嘅福樂，上帝早已經賜俾佢啦。有上帝嘅同在，有上帝拖住佢右手，有上帝訓言嘅引導，有上帝接佢到榮耀裏，有上帝係心裏嘅力量，有上帝自己成為福分。呢個係幾咁豐豐滿滿啊！難怪詩人最後就咁講啦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我哋所想望嘅，到底係上帝嘅賜福，還是係賜福嘅上帝呢？係天色常藍，還係生活有力呢？係唔會遇到挫折低谷，還是喺當中有上帝嘅同在？
係免於死亡嘅疼痛，還係身體榮耀嘅改變？係擁有豐盛嘅財產，還係滿有上帝訓言嘅引導呢？而且呢啲一切都早已經無條件嘅賜過俾我哋啦。想到呢一度，上帝點解咁深愛我哋嘅呢？我哋係一個咩嘅人，竟然能夠蒙受咁大嘅福氣呢？默想，數算過去上帝對你特別嘅恩典，讓你明白上帝有幾咁愛你。點解上帝咁樣用厚恩待你呢？呢個係無從解釋以及不可說明嘅愛。祈禱啊！慈愛嘅天父，當數算一下你嘅恩典嘅時候，先驚訝發現我所擁有嘅，原來係你滿滿嘅愛，讓我唔再任性，以為你唔再愛我。